真侪家长拢会开课程，让受刑人利用这段时间来读册。就像美国嘅伊利诺州嘅家长，甚至阁是全美国前10名嘅名校，甲西北大学合作了后，因即摆有栽培出全国头一批，和16个受刑人摕到大学嘅毕业证书。 这是一场较早捌看过的毕业典礼。伊利诺州斯盖蒂维尔家家的16个受刑人穿学士袍，真骄傲的领全美国前10大名校西北大学的毕业证书。其中51岁的布罗德维一面读册，一面对抗忍受腺癌第4期的折磨，也是完成学业。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度去家家看伊的妈妈嘛坐伫台骹，将近20年无见面的母仔囝揽在哭。She only wanted me to live my best, live up to my potential. She saw things in me I didn't see. So to give her that, it meant everything to me. 另外一个受刑人索托是要搁读法学院，同期的毕业生原来有人按算搁进修，因重新得到自信，希望出家了后，家己当重回社会，改变世界。推出这项西北大学家家教育计划的李奇教授真感动。20 years ago, some of these guys were in rival gangs, you know? And here they are swapping poetry with each other and giving, critical engagements on, sociology assignments. The love and growth that we see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unlike anything I've experienced at the on-campus commencements. 西北大学是全美国唯一伫家家提供正式学士学位教育的顶级大学。目前伊利诺州2个家家拢总有差不多100个受刑人当伫读册，其中原来有重刑犯。布罗德维刑期爱到2084年，伊讲若做有机会提早出狱，想要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帮助少年人追求艺术、体育甲音乐的美梦。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